大历史参孙，这是一个非斯人统治以色列人40年久的故事。马诺啊，甲伊的太太一直拢无囡仔，因向上帝祈祷，每一个囡仔，上帝就派天使对伊讲：我要赐恁一个后生，伊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恁绝对毋通甲伊的头毛。这个囡仔就是参孙，受到上帝的保守，参孙慢慢大汉，成做一个大律师。伊捌用伊的双手杀死香槟的屎，伊嘛捌用路边撸仔的水屁棍杀死真正的非利士人。嘛安尼，非利士人一直要掠参孙。有一天，参孙甲遇到一个非利士人的查某囡仔大利拉，煞甲伊结婚。非利士人的首领予大利拉足侪钱，伊想办法知影参孙溃烂的秘密。大利拉一直问参孙，参孙就甲讲：只要用7条绳甲我绑起来，我就无力啊。大利拉就安尼甲参孙绑起来，然后大声叫：参孙啊，紧起来哦！非利士人要来了你啊！参孙一听到就跳起来，手啊嘛拢总转去。大利拉一届搁一届问参孙，但是参孙拢无老实甲讲。结果有一届，大利拉摸伫参孙的胸口，边讲边哭：你根本就无爱我，你一直欺骗我，我是你的某，煞毋知你溃烂的秘密。就安尼，参孙就甲讲：我的溃烂是上帝手术的，只要你甲我的头毛剪掉，溃烂就会离开我。大利拉趁参孙咧困的时阵，偷偷甲伊的头毛剪掉，并且通知非利士人的首领派人来掠参孙。大利拉甲参孙讲：参孙啊，紧起来啊！非利士人要来掠你啊！参孙毋知伊的头毛互人剪掉，伊安尼，伊互非利士人掠去。非利士人将参孙的目睭挖起来，佮用链仔甲伊链掉的，伊逐工伫家内下步。直到有一天，非利士人举行献祭宴会，当大家欢喜时阵，非利士人的首领大声命令，去甲迄个以色列大律师带来，咱来看伊逐工下步了变偌勇敢。因甲参孙带来，要戏弄参孙。参孙徛伫2枝条的中间，求助耶和华讲：主啊，请你赦免我无遵守你的话，请你搁赐一届困难我。我要甲非利士人同死。就安尼，参孙出了一刹，厝就倒去啊！现场的非利士人甲参孙拢死去。参孙最后也是靠上帝的帮助赢过非利士人。我的故事讲完啦，多谢大家。